我跟于途呢谈了好久的恋爱，但是他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，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找过来了。这位同学，我想问个路。我听说宜兴有一家很好吃的豆腐花店，我不知道怎么走，我饿了。同学，我只是问个路啊，你这么抱我不太好吧？不是说要补觉吗？还不是你把我吵醒了。我起来以后看到我爸妈都没起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这么可怜啊？嗯。你怎么不问我怎么知道你住在这儿啊？走，我带你吃早饭。于途啊，你姨婆打电话说一会儿要过来吃饭，你去。你妈？糟糕了，被抓了。于途啊，这是……妈，这是我的……阿姨新年快乐！我是于途的女朋友，我叫乔晶晶。女朋友？乔晶晶。阿姨是这样的，我跟于途呢谈了好久的恋爱，但是他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，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找过来了。啊？对，是我。我觉得他觉得你们可能不太喜欢我。谁说的？哎，于途，你怎么胡说八道的？哎，晶晶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？我真的没说过这话，他都没跟我提过。提都没跟你们提过我呀？不是，他暗示过我，是我没理解，我肯定是说了什么话让他误会了，对吧？误会了。哎呦，晶晶啊，我特别喜欢你，哎，你演的电视剧啊，我一集都不落的。哎呦，我知道你们是高中同学嘛，就是没想到你们两个，哎，别站在这聊了，赶紧进屋啊，进屋聊。哎呦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哎，你们到了是吧？啊，对，就前面那个路口一拐就是了。啊，对，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妈，哎，我们在这儿不想太多人知道。今年我们吃早饭，我带他吃早饭去。哎，好，阿姨新年快乐！多吃点啊！哎呦，阿姨替你们保密。